本書咧同系列裏邊嘅其他書咧係有少少唔一樣嘅，因為佢係一本研究生嘅論文集。咁其實咧，從2014年到依家咧，中文及歷史學系一共咧已經培養咗接近咧50名博士研究生㗎啦。本書咧就取名傳瑞生傳，就係有傳言同埋傳承嘅意思。呢兩本論文集嘅編輯咧，先由在學或者畢業嘅同學投稿啦，經過校內外專家同埋中華書局嘅編輯評審之後咧，要求同學反覆修改而成嘅。研究生畢業之後咧，大多咧都係投身大專教育事業啦。咁今次論文集嘅發表經驗咧，希望我哋嘅同學咧能夠熟習學術界嘅規範啦，未來咧能夠咧面對發表時嘅種種壓力。咁呢個咧都係我哋研究生教育嘅一個部分。